东南亚的新住民姊妹仔人数是愈来愈多哦。因过来台湾，大部分拢爱顾家庭，嘛爱换经济。咱来看高雄的正修科技大学哦，请这的新住民来为大学生了解东南亚的食食甲文化，嘛为新住民来开课，协助因考台湾的证照。台期待青春咱的梦，伫拜六暗时的7点半哦，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这新住民伫台湾打拼的故事。那只是我们要晾鱼露，我们把一些脏的东西让它跑水一下，就让它这样子，你就这样给它动一动。底下参加盐加一寡香料悄悄的。伫高雄正修科技大学餐饮管理系教授，新住民姊妹仔甲学生囡仔做东南亚的调味料鱼露，这嘛是学校这篇社会大学责任 USR 计划案内底其中一个项目，或者大学生认捌多元的饮食文化。我想要甲鱼露这个物件，互全台湾人也知影，伊是一个真好的物件吼。毋好大家若听到鱼露，就甲边仔垫起来，啊，好食的时阵，佮感觉足好食。根据2024年2月统计，为东南亚来的新住民姊妹仔，都超过17万人。这些人大部分爱顾家庭，嘛爱换经济。透过 USR 计划，学校开证照专班，辅导因摕证照，增加一个新的技能。他们说，以前你不会煮那个油饭了，现在你煮不出是每次我煮的那种老狗狗的变成一头那种了，现在煮赞了。可能嘛无一定，因着爱食即个头路。啊，毋过上无像我讲，伊讲因大家对伊较好，因翁婿对伊即马加较好吼。啊，囡仔会敢甲便当摕去学校食。这几年来，王宝秀甲伊的团队伫高雄新住民比例正悬的基点，做真侪文化推广的活动，嘛甲因斗相共解决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问题，帮助这群相对弱势的族群伫外地好好过日。很少人跟我说你要照顾自己，很少。可是这个老师真的，他对我很好。大学生走出校园，了解在地需求，有对话才有理解，才有改变社会、解决问题的可能。记者吴定武、林建如高雄采访报道。